你話佢小眾，佢又街知巷聞，中國一氣，但係佢又十分低調。冷藏界嘅清流，解放虎 V， 21年11月，啱心水嘅老友，了解下呢台車，價錢真係唔貴，21年車先58000蚊，哇，真係抵到爛。國產冷機，打冷-18度，完全冇問題。冷箱 very good， 750胎，輪胎靚到發發聲啊！睇下個車廂後邊，再睇埋個內部。咁啊，冷藏車至關鍵嘅冷箱，花紋版。咁啊，車廂2米1闊，2米1高，啱呢個尺寸嘅老友可以再睇一睇。行咗6萬零公里，3.0大柴，156匹，哇，不得了！打台車內飾先。車就喺廣州芳村，有興趣嘅可以過嚟現場睇車。咁啊，聽聽機頭啦，幫你哋試試台車。嗱，一撻即着，動車，6萬零公里，聽聽機頭，啪聲啊，58000蚊，俾少少亦都可以揸走。有興趣嘅老友過嚟現場睇車，買賣二手車，揾個就啱啦。